大家好，我係陳家善。喺台灣，新任台北市長柯文哲同埋台中市長林佳龍宣誓就職。柯文哲喺台北出席就職典禮，太太同父母都有到場。柯文哲致辭嘅時候，先感謝選民支持，又表示台北進步將會推動全台灣嘅發展。同樣新上任嘅林佳龍就喺台中從上任嘅胡志強手上接過市長印信。林佳龍強調會喺台中市建立一個行動嘅政府。台灣上月嘅9合1選舉，國民黨大敗，令台中同台北市長職位落入民進黨嘅林佳龍同獲綠營支持無黨派嘅柯文哲手上。返嚟本港，警方繼續調查灣仔尋日有互惠公司運鈔車跌鈔票事件。截至凌晨有10男3女向警方歸還360幾萬。事發喺尋日下晝，一間幫中銀香港押運現鈔嘅互惠公司押送鈔票往長沙灣總部，駛到去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有3箱現鈔散落馬路，有人喺馬路執鈔票，經點算後損失超過1500萬。警方列作盜竊案，呼籲攞走錢嘅人盡快歸還。現正調查貸款程序、安全措施有冇疏忽或者係其他刑事成分，並且循鈔票編號追查下落。行政長官梁振英朝早啟程到北京述職，包括交代香港政制發展情況。佢又話市民對復售居屋反應熱烈係預料之內，政府會努力增加供應。行政長官梁振英出發去北京述職之前話，會向中央領導人匯報香港推動民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工作嘅情況，亦都包括政制嘅發展。相信其中之一個要點呢，就係關於我同特區政府落實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嘅決心。當然嘅前提呢，就係根據基本法嘅規定同埋人大常委會有關嘅決定。我相信呢，中央嘅決心呢係冇變嘅。佢話政改最重要嘅係得到至少2/3立法會議員支持通過，政府會繼續爭取議員支持。梁振英又話政府推出樓市辣招之後，樓價同埋租金仍然上升。近日市民對復售居屋反應踴躍係預料之內，反映社會對居屋需求殷切。唔少喺私人房屋市場唔能夠滿足自己置業安居需要嘅市民，同埋咧唔想亦都唔應該成為我哋出租公屋居民嘅一大群人咧，佢哋係好有需要係買到呢啲係資助出售嘅房屋嘅，即係話咧係居屋。咁所以我哋會喺增加呢方面嘅供應。雖然個難度十分大，我哋會盡我哋最大嘅努力。亦都希望咧調動社會上各個方面嘅力量，可以做好呢方面嘅工作。被問到亞視欠薪事件，梁振英話當局會依法處理。至於續牌嘅問題，政府有關部門收到通訊事務管理局建議，分析之後就會交俾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最後決定。據了解，梁振英今日喺北京會同主管港澳事務嘅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會面，星期5分別向總理李克強同埋國家主席習近平述職。無線電視記者單景威報道。旺角尋晚有幾百人聚集，警方多次警告又出示黃旗，又一度封閉一段亞皆老街。警方曾經出動警棍同胡椒噴霧，拉咗10男2女，涉嫌襲警、阻差辦公、刑毀等嘅罪名。行動中有2個警員受傷，警方譴責示威人士嘅滋擾行為，罔顧他人安全，嚴重破壞公共秩序。平安夜，旺角西洋菜南街一帶，大約夜晚8點鐘開始有市民聚集，部分人打開黃色嘅遮，話要爭取真普選。佢哋之後沿住彌敦道行到去亞皆老街，多次來回橫過馬路。之後又去到潮聯屬下嘅小巴站抗議，違例泊車，支持警察，嚴正執法。人群之後又翻去西洋菜南街，介乎豉油街至到山東街一帶，警員不斷呼籲市民翻上行人路。
有遊行人士舉起自製紅旗。市民同警員雙方不斷有爭執。警告你啊，唔好再搞事啊！警方多次舉起黃旗警告。你哋現正參與一個未經批准嘅集結，同埋較早前未經批准嘅遊行。請你哋依從警方嘅指示，立即解散。去到大約夜晚11點半，大批人喺彌敦道行到去亞皆老街，話要過馬路。警方捉起人鏈，期間雙方發生衝突，警員制服3個人，將其中1個人撳喺地下，用手扣扣起佢嘅雙手，將佢帶走。往後邊嘅市民唔好再往少少，唔好阻住警察做嘢。另外喺山東街有人坐喺馬路，警員在場拍攝。阿 Sir 有冇警員證啊？佢哋之後企起身，警方採取行動，拉咗部分人。放手！你放手啊！警員咧喺西洋菜南街同埋山東街嘅位置咧設置咗人鏈，以防聚集嘅人咧係再行出去馬路。凌晨大約1點半，人潮又再返去亞皆老街，警方封閉部分路段，唔准橫過馬路。有人試圖衝過去馬路，同警方衝突，警方制服並且拉咗部分人。俾少位我哋做嘢啊，唔該。有被捕人士逃走，警員攞出警棍追捕。警員將嗰個示威者拉到去樓梯口，示威者就包圍警察。OK，cool down，cool down。警員增援將被捕人士帶走。另外喺山東街，警員追截一個男人，期間曾經將佢撳喺地下，佢之後個頭流血，警方將佢帶到去大廈樓梯口，大批市民圍觀。警員話要幫佢揾救護員，個男人之後上咗救護車，期間有圍觀嘅市民用粗口鬧警員。凌晨2點半之後，大約10幾人喺彌敦道衝出馬路，部分人呼籲其他人參與。有人將垃圾桶推出馬路，現場交通一度受阻。警方大約1分鐘之後趕到現場，部分衝出馬路嘅人已經翻上行人道。警員在場戒備，又將垃圾桶移好。無線電視記者陳文君報道。美國疾控中心懷疑因為實驗室出錯，令到一個員工可能感染伊波拉病毒。紐約時報報導，總部設喺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嘅疾控中心，當地星期一有實驗室員工運送伊波拉病毒樣本嘅時候，樣本未有處理好。當時員工只係着住手套同埋保護衣物，但冇戴口罩。事件喺星期2揭發，個員工將會被隔離觀察21日。另外，大約12個事發嘅時候曾經進入實驗室嘅員工，亦都要接受檢查。中心話事件唔會對公眾構成威脅。美國疾控中心6月亦都曾經揭發處理炭疽同流感病毒不當，令人質疑中心嘅安全問題。美國超過300間戲院聖誕節開始上映刺殺北韓領袖金正恩嘅電影，有戲院話冇收到恐嚇。電影早一日喺美國境內網上發布，電影公司期望可以減低損失。電影公司索尼其中一個伙伴公司設立專門網頁，以串流方式發布呢一出講述刺殺金正恩嘅喜劇，但暫時只係開放俾美國境內人士。電影亦都喺其他視頻網站發布，但同樣只係對美國開放。喺香港開啟就會顯示無法在此地區播放，或者係未有相關嘅付費選項。OK，
黑客入侵索尼嘅電腦系統，並警告會襲擊放映呢一出爭議性電影嘅戲院。電影公司話好高興呢一套耗資4400萬美元嘅電影可以喺全國性嘅平台發布，認為能夠有助公司減少損失。其中一個參與發布嘅互聯網公司話，已經衡量可能面對網絡入侵嘅風險，但唔能夠坐視言論自由被打壓。美國少數戲院亦都會喺聖誕節開始放映。有上映電影嘅院線話，暫時未發現有安全威脅。We've been working really closely with local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as have almost all of the other theatres in the art house convergence, a network of independent and art house theatres. So we've been taking their feedback into advisement, and we're confident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fine when the film opens on Christmas Day. 過往甚少有主流電影喺網上同步發布，有分析認為，只係呢一出電影未能夠喺美國大型院線公映而採取嘅應急措施，因為網上發布更容易遇到盜版問題。喺索尼網上發布電影之後冇幾耐，有人聲稱上載咗呢一出電影嘅完整版，被視頻網站以侵權為理由封鎖。流量係另一個問題。英國廣播公司報導，索尼喺發布電影之後，一度冇辦法登入其中一個視頻網站，懷疑同網絡流量過大、網站伺服器無法負荷有關。無線電視記者林卓賢報導。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會報導。教宗方濟各喺梵蒂岡主持平安夜彌撒。又會同大家追蹤聖誕老人去咗邊度派禮物。